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各项的器官生理功能嘛会下降。如果肌肉的质量减少，合并强度甲功能的衰退，也就是俗称的肌少症，不但会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，而且佫会增加跋倒的风险、失能甚至是死亡率。因此，正确的诊断甲治疗就真重要。台湾在114年，就在4年后会变超高龄的社会。那大概5个人就有1个是老人。那老人的话，很常见就是肌少症跟骨质疏松。那肌少症的话，它会造成我们的生活品质会下降，容易跌倒，而且会有一些疾病会产生，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生命安全。所以肌少症这个，如果去诊断、跟治疗、跟预防非常重要。那诊断的话很简单，就是我们通常会测握力跟行走速度，只要一个低于我们的一般正常的标准，那我们再进一步测肌肉量是不是有达到那个减少的一般的人的标准，我们就可以诊断肌少症。根据研究指出，虽然成年人40岁以后肌肉的质量每10天大约减少8%，而70岁以后流失的速度更加紧，大约15%，而且下肢的退化比上肢较紧。因此，医师建议平常时借由适当的运动补充营养，晒一寡日头，补充维生素 D， 嘛会用的预防并且改善肌少症。台湾新闻人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